約伯記第8章。書亞人比勒達回答說：這些話你要說到幾時？口中的言語如狂風，要到幾時呢？神豈能偏離公平？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？或者你的兒女得罪了他，他使他們受報應。你若殷勤地尋求神，向全能者懇求，你若清潔正直，他必為你起來，使你公義的居所興旺。你起初雖然微小，終久必甚發達。請你考問前代，追念他們的列祖所查究的。我們不過從昨日才有，一無所知。我們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兒。他們豈不指教你，告訴你，從心裏發出言語來呢？蒲草沒有泥，豈能發長？蘆荻沒有水，豈能生發？尚青的時候，還沒有割下，比白楊的草先枯槁。凡忘記神的人，景況也是這樣。不虔敬的人，指望要滅沒。他所仰賴的必折斷，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網。他要倚靠房屋，房屋卻站立不住；他要抓住房屋，房屋卻不能存留。他在日光之下發青，幔子爬滿了園子。他的根盤繞石堆，扎入石地。他若從本地被拔出，那地就不認識他，說：我沒有見過你。看啊，這就是他道中之樂。以後必另有人從地而生。神必不丟棄完全人，也不扶助邪惡人。他還要以喜笑充滿你的口，以歡樂充滿你的嘴。恨惡你的要披戴慚愧，惡人的帳棚必歸於無有。